花旗銀行預測香港恒生指數今年嘅高位係23,500點，同其他外資大行預測嘅24,000點或以上，預測傾向保守。恒生指數咧已經累積升咗接近2成3啦，咁相對咧其實個表現咧已經係跑贏咗其他，特別係中國股市方面㗎啦。咁所以去到2013年呢，我哋覺得咧中國嘅國企指數咧可能今年咧有機會咧跑贏翻個恒指都唔出奇嘅。恒指方面嘅每股盈利增長咧大約有1成1啦，咁但係咧始終受制於一啲外圍嘅不明朗嘅因素影響啦，可能投資者咧未必願意俾一個太高嘅市盈率嘅。咁所以我哋暫時個目標價咧係比較保守啲啦。喺超低息嘅環境同埋需求之下，花旗預測本港嘅樓市會有5%嘅增長，受惠於中國嘅經濟發展。花旗預測香港全年嘅 GDP 有2.8%，較去年上升超過1倍。而中國會擔當全球經濟增長嘅火車頭，喺投資、消費同埋出口各方面都有增長。預測全年嘅 GDP 有7.8%，繼續跑贏美國同埋歐洲。香港寬頻電視記者李永如報導。